了解基本操作，產品整體了解，最能導頭，冰敷導頭，開關鍵，檔位鍵，導頭如何安裝，對準導頭與機身 Type-C 孔插實連接，如何使用及切換模式，長按1.5秒電源鍵開機，默認模式為 EMS 微電流模式，單擊開關鍵，切換至 GF 射頻模式，再次單擊開關鍵可以切換模式，每個模式有3種強度檔位。單擊檔位鍵調節。美眼護理步驟：1. 首次使用前，請使用水光凝膠做肌膚測試。2. 使用前請先卸妝清潔面部，保證眼周清潔。請勿帶妝使用。首先在眼周塗上適量水光凝膠，或者在足頭上塗抹適量凝膠。選擇 GF 或 EMS 模式開始使用，建議初試者從1檔開始適應。使用最能導頭護理時，請勿將導頭用力按壓在肌膚上，避免同一個部位停留3秒以上，否則會造成肌膚損傷。緩慢滑動提拉下眼周，左右眼角5分鐘。HF 模式僅限使用下眼周，緩慢滑動提拉上眼周，左右眼角5分鐘。冰敷模式使用示範，替換冰敷導頭，對準 Type-C 孔插實連接，長按1.5秒電源鍵開機，默認打開冰敷加高頻震動，長按檔位鍵2秒關閉震動。冰敷護理示範，使用過程中在眼周點陣按壓，左右眼角使用5分鐘，切勿用力按壓眼球。如果